最虔诚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18页，解说甲正文第18页。对头顺倒来，解说甲第5节，就是解说甲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是祖。即马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，就是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，但自却非心，打度烦恼破。情爱不关心，中心两却我。即马呢，就是要来解说这道理。这道理呢，我那是甲前面同款，伫个说明咱世间的人我是非等等的问题。在前面讲假若若是看到他人非呢，就是咱自己的错误。这款的呢，就是咱本身的不对了。即马讲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。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。即咱呢，先用外面的文字的解说，用较浅的解说，然后再个用进一步较深的解说。他非我不非，这个非就是毋对的意思啦，错误。就是讲别人有毋对，咱呢袂使咧有毋对，毋通以为讲着别人有毋对，所以咱就对去毋对。在人我是非中呢，往往拢是别人毋对，咱对人毋对。咱讲别人毋对，咱对人毋对呢？咱听着别人甲咱讲一句是非，咱即摆呢要报复的，搁甲讲一句倒转来。或者是别人对咱态度无好，咱若是报复的对态度无好，伊骂咱一句，咱甲骂一句倒转来。安尼变成讲伊毋对呢，咱原来是共款有毋对啦。伫遮所讲的他非我不非的意思，就是讲尽管伊对方的人安怎样错误安怎毋对，但是呢，咱袂使咧错误，咱袂使咧毋对。就是讲，伊无修行，这是伊无修行啊。袂使咧因为讲伊无修行，所以我也对伊无修行。在咱学会修行的过程中，假如若是一个意志坚强、有道心的人呢，咱袂随境迁流。换一句话讲呢，别人的对甲毋对呢，对咱袂造成影响。袂讲为着伊毋对，咱也对去毋对。假如讲咱若是一个无道心，咱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呢，咱看到迄个有修行的，哇，咱也发道心来修行；看到一个无修行的呢，咱也往那对啦；看到一个在闹是非呢，咱也是该有是非啦。这就是讲咱的意志薄弱啊，道心无坚固。过来讲起来，就是讲咱本身呢理智无够。袂晓想甲真正周到，袂晓想讲伊有毋对，咱对有毋对，那结果两边拢毋对。在佛文中，伫咧学会修行生意呢有生意清规，在这个生意清规中呢，怎样规定啊？就是讲，假若在生意内底伫咧用功修行的人，万一大家有啥物款的意见不对袂使咧讲两个直接伫遐相骂啦、冤家啦，更加袂使咧讲大家都相拍。当然，你的冤家的相骂一定是一个先毋对，一定是一个先错误啦。第二个才对咧产生错误。那在这个时阵，你这个毋对的人
人对无你的欺负，人侮辱你，人骂你，你会当忍受，应当忍受。那袂当忍受，迄个时阵要安怎呢？因为面顶还搁再有大一事，你应该要报告互大一事。你无报告大一事，变成讲伊骂你，你该骂倒等我害啦，两个骂来骂去，做起冤家啦。要哪呢？在即个寺院的潜规内底，就是讲无论对无论毋对，拢爱罚啦。安尼样讲，因为你即个对的人也是变毋对。你若完全对，你就无需要甲伊相骂。你甲伊相骂，你就犯规矩，你就是毋对啊。像是讲是一代先毋对，你是落尾毋对，结果你嘛是有犯着错误啦。所以即个他非我不非咧。若是要较浅显讲起来，就是讲别人有毋对咧，咱袂使对去毋对。迄毋对，迄是伊诶代志。咱爱守咱诶。袂使讲伊讲一句毋对诶话，咱也对去讲一句毋对诶话。伊表现一个错误行为，咱也对去表现一个错误行为。所以叫做讲他非我不非啊。为什么呢？我非自有过。因为我若毋对呢，变成我自己有过失啦。即句话若搁换倒转来讲，就是讲伊毋对，这是伊的过失啦。比如讲咱都无拢对，都拢无毋对，但是呢，伊要讲一句是非话，要来诽谤咱，或者是呢，伊要用过伊的势力要欺负咱，那这是伊毋对啊。伊自己就去受到伊的因果啊。咱若是无甲伊听伊呢，咱就无代志啊。根本这是伊的代志，甲咱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毋过咱人真无容易有即款的道念。意志薄弱的人，伊讲咱一句，咱讲一句；伊骂咱一句，咱骂一句。伊拳头要甲咱争一个，咱搁甲争一个倒转来，大部分拢是安尼。要若呢，伊毋对，咱对毋对，结果呢，咱往那是有过失。伊有毋对，咱拢无去甲伊反驳，无去甲伊报复，安尼咱呢就无过失。就讲他非我不非啊，我非自有过。就是用这个外表的语言啦，安尼来甲伊解说，咱真容易了解。但是佫进一步解说啊，就是讲他人之非呢，乃是在于他人。我不非，但是呢，我呢不以为非。这个不以为非的意思，就是讲别人的毋对呢，咱无一个分别心，甲伊当作伊是毋对啦。那这就是搁较进一步咯。安尼讲搁较进一步呢？虽然是讲对方伊有毋对的所在，咱无去一个分别心，甲伊讲伊有毋对，咱呢就将这个是非之我心已经去掉了。拄则所讲，也有一个人非人我是非心，就是讲伊毋对，做起毋对，我莫毋对就好啦。即马这个毋是，就是讲伊有毋对，这是伊的代。毋过呢，我心中呢，确实无认为讲伊有毋对，那就较进一步咯。咱呢，在这个人我是非中已经无这个分别心。这边讲我非自有过。这就是讲，假如咱若是呢，以为讲别人有毋对，安尼呢，等于就是咱自己的过失。为什么讲等于自己的过失呢？变成讲咱有一个人我是非分别心伫遐，有一个人我是非分别心，这也是不对啊！所以讲做我非自有过。一边讲单自却非心啊。打除烦恼破，讲你只要呢会当好来自己来却这个非心，这个却就是戒止的意思。讲只要你自己你会当好来却除，这个却当作却除，就是讲消除，或者是戒止，将你这个内心的是非心来甲伊消除掉，也就是前面所讲迄个
别人有毋对，咱无家当作讲就是毋对。安尼就是咱的心嘛，已经超越了是非了，在咱的心中已经是无是非了。这个就讲做但自却非心。就是讲自己去尽了诽谤他人的心，安尼呢就会打除烦恼破。这个打除烦恼破的意思是讲，会当好将这个烦恼呢来给打除，会当将这个烦恼呢来给破掉。因为咱已经超越了是非之心。咱就无是非，无是非，当然就无烦恼啦。像我在前面所讲，迄个老阿伯啊，甲迄个囡仔的一问一答。迄个囡仔要骗老阿伯啊，但是老阿伯啊心中充满着欢喜，因为过年嘛，大家拄着一定爱讲恭喜咯，所以心肝顶呢充满着欢喜。你充满着欢喜，人家骂一句根本的伊毋知，毋知讲人就是咧骂伊歹话，伊就无烦恼啊。假如在伊的心中若有即个妄分别，伊知影讲人是咧骂伊歹话，新正年头骂伊讲你要对死，那呢伊内心呢就烦恼啦。烦恼就是痛苦。无烦恼呢，就是无痛苦。这实实在在呢，就是一个妙方。咱佛教伫咧讲做甘露法味，啥是甘露法味？这就是甘露法味啊！咱若是当来去做，咱这个内心呢，一定得到佛法的欢喜啊！咱名叫做法喜充满，时时刻刻呢，咱都是法喜充满。咱会当超越着人我是非心这个所在呢，咱就是会当得到法喜充满。讲是较紧啊，实在是真无容易。尤其是咱初初开始学佛的人，咱这个世俗心、烦恼心还佫非常的重，所以所想的拢是世间的分别，所看的呢也是世间的人我是非。虽然是讲有发心要来学佛修行，结果呢，在不知不觉中我那互人加对这个世界的人我是非中。那既然加在这个人我是非中呢，自家毋都拢是伫遐伫咧痛苦啦。这就是咱众生的苦恼，也可以讲呢，这就是咱众生的一种一个迷惘。下面讲情爱不关心，忠心两强哦。这个情爱不关心，这个情就是讲情恨，爱就是讲亲爱。无论是情恨，无论是讲亲爱，不关心。不关心的意思就是讲，咱呢对任何人无一个真恨心，对任何人呢无一个亲爱心。若安尼呢，会当好来忠心两强哦。这忠心就是讲，甲剩了长长啦，两只脚剩了长长，伫咧困啦。这意思就是讲，伊的日子呢，当过去呢，真正安然，真正泰然啦。忠心两强哦呢，这就是一种的一个解脱的境界。咱譬如讲，在迄个广野中，在迄个草坡的所在，看到一个人倒伫遐就点困，哇，困甲呢悠然自在。当然就是无烦无恼啦。伊家里有什么款的烦恼，伫遐太困会调呢？咱摕一个比例起来说明。甲恁讲是做生意人，哇，下晡时3点半到还紧用约支票，伊心急甲参像讲伫咧互火伫咧甲烧，迄个人敢法度讲来去野外所在来去遐佚佗，也困在树仔骹，两只脚剩直直咯，伊真是无办法咧。一旦好伫迄个树仔骹，两只脚剩直直拄啊困的人，一定是无代无志的人。内心呢无烦恼才可能。所以这个忠心两强就是讲表示的，伊无烦恼。
安怎无烦恼呢？就是情爱不关心。在释慧海大师呢，伊诶开示中原来讲看到一切色迄个时阵呢，无去染着，就是讲你看到种种诶境界啊，你心呢无去着着。讲不染着者呢，就是不去种爱心。你无去甲伊念着，无去着着，当然呢，你就袂生起这个种爱心。那这呢，就是见无所见。虽然是讲看，也等于是无所看，无看到。讲你若是会当到这个见无所见这个时阵，这名叫做讲做佛眼啦。这就是种佛的眼光。虽然是讲你有看到世间的人我是非，但是你无看到，有看的等于无看，这就是佛眼。佛眼安就是毋是讲另外有一个佛眼伫咧。甲咱讲起真正明白，咱了解。讲假如咱若是看到一切这色境起情爱，安就是有所见。有所见呢，就是众生眼。就是讲咱呢有一个执着的见解，咱呢看拢有是非，这就是咱众生的眼光，这就是众生的眼光啦。众生的眼光无别项，这就是啦。乃至咱耳孔听的、鼻孔鼻的、咱的喙所担的、咱的身躯所接触，拢是共款。咱各个必须了解。什么叫做一理通，或者万理铁？这个一理通、万理铁，就是讲你一项的理乃当通了，逐项的理都拢通了，拢共款通达，叫做一理通、万理铁。慧海大师所讲的这话呢，也就是咱金刚经的第一分内底所显示的道理。对于金刚经第一分的道理，在咱这部六祖大经内底我已经讲几落遍，因为这是咱学佛修行中的一个真正重要的，所以我无妨在这个所在呢，我提出来说明。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在要讲金刚经以前甲一般人共款，早是爬起来，噼里噼里的跋铁的去社内吐蕃。转来食饱饭了，洗骹打坐参禅。这个行动呢，甲平常是共款，甲其他的这比丘也是共款。但是呢，这就是咧显示佛伊的八界妙用，就是讲显示佛的智慧妙用。为什么伫咧显示佛的智慧妙用？咱过去祖师大德就在这个所在呢，将迄个道理来给说明出来。到底是毋是有八界妙用？当然就是在佛的心，因为佛穿迄袈裟，虽然是讲袈裟披在身躯，确实呢无去披着一条的线。虽然是讲将精神的所在，甲迄个城来往行路，伊骹呢无踏着地，转来伊来食饭，坐在迄个椅仔里，骹床呢无去踏着椅仔。虽然是讲伫咧食饭，伫咧食菜，但是伊喙齿呢无去夹着一粒饭，无去夹着一支菜。这呢就是显示佛的八界妙用。那是毋是因为伊神通的关系毋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佫就讲伊穿衫，穿袈裟确实无穿着一条细线呢？就是假所讲不念着，触境不念着。虽然是讲袈裟披在身上，伊并袂为着披这件袈裟来去起分别心。那是咱凡夫众生都毋是咯。这件袈裟摕来披，哎呀，这件袈裟色水哇真好看，哎呀，这件袈裟色水真歹啦，
或者是讲啊，即若袈裟即个料无好啦，还是即若袈裟伤长啦、伤短啦，为着披即若袈裟，就正侪问题啊。所以呢，结果啊，你即若袈裟都是披在身上。你若感觉讲即若袈裟披了无好看，如果无第二领，安尼你披出去呢，可能你质感都伫咧想讲，哎，我披到即若袈裟才遮尔歹呢。啊，凡是你袈裟你写起来了，你还搁咧讲啊，我披即若袈裟足歹。不但是讲你有披迄个时阵是即若袈裟披掉咧，袈裟写起来了，你的心还搁披袈裟伫咧，这就是毒咯。佛毋是披袈裟就披袈裟。伊袂去分别讲，即若袈裟是长啦、短啦、布料是好啦、歹啦，袂去分别即个问题。所以呢，有披等于无披咯。咱一般人直直行路讲，哎哟，即条路遮尔远，哇，愈行感觉愈远。或者是讲，哎呀，即个石头路遮歹行，或者讲，哎哟，即条路遮铺了真好行哦。总伫个所在起分别，但是佛行路就行路啦。伊袂在即个所在起分别，所以讲有行等于无行。伊坐在迄个椅仔所在，咱普通坐椅仔讲，哎哟，即个椅仔遮定遮掂，或者是讲，哎呀，即个椅仔是真好坐，真软真蓬，真好坐，拢伫咧起分别。但是佛呢，坐到就坐落啊，无论是坐到定的，无论是坐到软的，袂感觉讲，哎呀，坐到定的讨厌，莫坐，啊，坐到软的这足好坐。无即款的情爱心，食物件是共款啊。一般人食着好的就欢喜，食着歹的起烦恼。佛拢袂啊，直直甲爬咧，直直甲食就好啊。所以虽然是食饭，无食着一粒米，无补着一粒米，无加着一支菜，就是对境不严重。因为对境不严重呢，当然呢就是情爱不关心。这个情是情恨啦，但是讨厌包括再来。咱所接触到的物件是好的，咱欢喜，这就是遮所讲这个爱。咱所接触到物件，咱的讨厌，就是遮所讲这个情。比如讲，咱食饭就好啦，有当时可能若是较有胃口，就讲，哎呀，我这顿饭食了足好食，这一碗无够，比我加这一碗菜。无够，要搁硬较济咧，这就是爱啦。假如讲咱即马起烦恼，或者是讲到身体无好，哎呀，看到饭看到都足毋爱食。人叫咱食饭啊，硬硬食较足艰苦，看到饭就讨厌，这就是情啦。伫遮所讲，这个情爱不关心，就是讲超越了情爱分别心。也无讨厌，也无憎恨，也无我所喜爱的物件。那这呢，就是属于佛的不济妙用。那会当安尼，迄个时阵呢，就是会当互中心两曲悟，那就是安然自在啊。无论是啥物所在呢，也就是西方叫做世界。所以在《维教经》内底有两句话，讲你若是会当好知足的人，虽然啊，你困在迄个草仔布咧，感觉讲哇，真知足，真满足。甲人讲不知足的人呢，你虽然是讲在天堂啊，也感觉讲无欢喜，感觉痛苦。那有知足无知足，就是你这个人是毋是有分别心？所以伫遮所讲的情爱不关心，重心两曲悟啊，这在咱现在是伫咧学佛修行人讲起来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修养。因为咱人对世间物质的享受呢，这是无止境。啥物叫做讲好，啥物叫做讲歹啊？无一个标准。是啥物是咱的标准啊？我讲一个真简单的例。譬如讲，在咱平常时阵，我一工，咱即马假设啦，我一工我的菜钱只有法度开10箍，真真歹啦。我已经有趁到钱啦，我会当好一工食15箍，哇，加5箍才感觉足好。迄当阵你呢，
有暂时的欢喜啊，感觉满足。但是即个暂时欢喜、暂时满足，这是暂时意义。咱讲暂时意义呢？因为你感觉讲，我即马食袂歹啊，毋过你去人搭看，哇，人食比咱较好咧。伊一工的菜钱30箍咧，我才15箍呢，才会一半尔。随时你即个满足心过来了。所以咱人世间物质的享受咧，这是无一个标准。较好的人伊嘛不满足啊，好比佫较好。皇帝互伊做，伊讲无够，我最好呢当爬天顶上介好。咱人啊，心是不满足。那这不满足呢，就是有这个情爱心。那会当好情爱不关心呢，当然就会当满足。满足迄个所在，就会当中心两曲就是当真正安然自在，来过着一个解脱自在的日子。对前面所讲遐的有关咱人的人我是非处理等等这个问题，这毋是真深。不过六祖大师呢，本身所悟的道理虽然是真深，但是伫遮呢，教咱做人所甲咱开示的道理真实际。所以咱有需要时时刻刻会记哩，时时刻刻甲伊运用。安尼咱就是得到佛法的甘露味。最轻先听讲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大经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最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